好啦，試下第4場啊！而家我哋果園派出最強陣容，但係7星劍依然喺單車仔嗰邊。林總要發力啊，林總！靚棒合總，靚㗎呢球都你交得啱㗎，不過單車仔嗰邊勤力啫。哦，7星劍2-0。林總而家打你嗰點啊，林總，你嗰點係優勢嚟㗎而家。財仔，籃板 ，OK。3分，定晒企度，好噃，3-2。3-2啊！7星劍可唔可以再拿下一場呢？帶領單車仔。嚟嚇！嚟華叔先生，1、2、3，睇住啊！唉，叫阿林總控球真係死得啦！呢條咁樣控你點打咧？你話俾你聽。得啦，佢哋發揮下啦。馮老師，喂，唔要啊，炸彈嚟咩？2打2，7星劍，哇，好瀟灑呢個拋頭。邊個做嘅？4-3，自己搶斷啊！阿7星劍，跟住一條龍，不過靠我哋呢個66號拉開啊合總嘅防守。靚分啊，慢慢嚟。哦，呢球靚啊，傳得靚啊！5-4，教得靚啊！啱啱嗰球棟梁。呀，7星劍，哇！啲勾手，6-5啊！1分波啫喎，都係互有領先啊！靚交啊，林總，哦，發揮到作用啊！一個助攻，林總唔得分都可以發揮到其他作用啊！雖然隻腳趌下而家7-6，Long two籃板，勤力馮老師，1打3，靚晒，自己嚟標意射球。果園波，Long two，冇問題，有馮老師喺度。呃晒啊！哇，撈 pass， 哇，呢個金球啊！犀利！9-6，哇！全世界睇緊阿佳表演嘅時候，一個妙傳啊！合總都不負所望啊！嚇，俾阿佳一個靚嘅助攻。
好波，陳 Sir 9-8，一分波啊，好精彩啊呢場，又係 long pass 啊！今場果然呢個戰術係慢慢滲入呢個領導位啊！靚走，繼續七星劍，自己嚟，唔得，唉得啊，10-9，冇人開波嘅，冇人接波應該係，喂10-9啊，俾佢哋打咗個4-0啊，唉，我哋果然又落後1分而家暫時3分。七星劍，犯規。又行返轉頭冇用嘅，唔使走噶啦。散用又唔好晒心機。打咗2場啦，夠啦你。錘仔，好犀利啊！12-9啊！打咗個6-0啊！3分！哎呀！七星劍，俾翻佢，單手，又係同一位置啊！哎呀，唔有啦，今日。快啊！哎呀，又係睇穿咗啊！都係咁交噶啦，不過俾對面睇穿咗，冇辦法。錘仔 ，OK， 14啊，14-9啊，14-9啊，打咗個8-0啊，打咗個8-0，啱先9-6嘅時候，俾佢哋打咗個8-0。馮老師要出力啦！唉，馮老師係都要搞到咁緊張先出力。14-11，朗圖，哇！阿峰一個籃板關鍵啦，靚交追嚟。俾翻七星劍，快嘅，都係俾人陳 Sir， 5秒，籃板，哎呀，唔傳啦，今次知道單車仔截呢個快攻啊，犀利得滯啊！馮老師以慢打快，原則啊都係話，一定唔可以堅持，唔可以失誤。林總攞位，2打2，七星劍細風，哇，冇問題 ，OK 差少少啊。林總，哇，劍啊犀利啊呢個搶斷，喂3打1啊，馮老師，馮老師啊，馮老師啊！幫手啊！唉，冇問題，仲有得救。3分，哇！14-14，打平啊！14-14啊！而家好關鍵啊！仲有得救，陳 Sir絕殺！呢個球權係邊個咧？邊個嘅球權？我單車仔球權喎。喂，關鍵啊，七星劍！
哇！風老師睇睇，認真到，風老師認真到，好緊張啊！好緊張啊！3分 ，OK， 係你哋啦，加油啊！林總落位，林總落位，打優勢。假嘅，而家釘死一屆㗎啦，冇辦法啦。過唔過到？哎呀，冇辦法。唔緊要，防一球，冇問題。好緊張啊！14比14啊！呢場兩隊都200%嘅防守強度啦，已經。右邊得後轉身，搏到犯規啊！冇辦法啦，風老師都要少有嘅犯規啊，都要用埋啊！一般人都唔會對佢犯規啊，風老師。7星劍。後切波，7星劍，哇！太犀利啦，7星劍啊！哇！